地峽日後將會建成一條由中泰兩國合作興建嘅克拉運河，貫通印度洋同太平洋。兩國近日已經喺廣州簽署合作備忘錄，意味呢一條醞釀多年嘅工程即將動工。初步估計會耗資2100幾億港元，歷時10年修建。克拉地峽係馬來半島北部最窄嘅地方，運河開通之後，船隻由印度洋進入太平洋，可以直接經安達曼海駛到泰國灣，無需再好似而家咁必須取道馬六甲海峽。運河全長102公里，闊400米，水深20米，設有雙向航道，預計往來中國船隻嘅航程比起經過馬六甲海峽至少縮短大約1200公里。目前中國大約80%嘅進口石油都要經由馬六甲海峽運輸，但由於航道上嘅新加坡係美軍喺東南亞最大嘅海空基地，有指一旦中美爆發衝突，美軍隨時封鎖中國呢一條能源命脈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梁雲祥認為，中國打通克拉運河，除咗可以打破馬六甲困局，降低馬六甲海峽戰略地位，亦都加強中國同東盟自貿區嘅合作，令到一帶一路戰略更加容易實施。連同香港在內嘅中國沿海港口，亦都將受惠於航運成本減少，勢必會帶動港口發展，產生巨大經濟利益。澳門軍事專家王東就指出，克拉運河為中國海軍直出印度洋提供一條戰略通道，削弱美國喺新加坡部署嘅效用。中國喺軍事地理上將會可以同美國鼎足抗衡，加強中方喺東南亞嘅發言權。澳門 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